持續推動城市外交。黃偉哲訪菲行程，除拜會去年締盟的阿克蘭省以外，也與台南在菲律賓締結的第一個姐妹市甲美地市與該市副市長本身雷利會面，並簽署增進姐妹市情誼了解備忘錄。雙方更就深化兩市未來交流合作交換意見。1980年簽訂姐妹市協定，一直到現在，坦白講，兩地台南跟嘉美地的聯絡並不多。那現在我們重新把這個友誼的橋梁再牽起來，那能夠讓彼此，我們簽了備忘，今天簽了備忘錄，來加強包括學生的交流，還有包括物產的交流，還有包括彼此一些文化活動的交流。這個部分，我想說，既然簽姐妹市，我们是為簽而簽，是為了拉近彼此的距離，為了增進彼此的友誼而簽。將來我也邀請那個嘉美地市的市長能夠來台南，那未來也希望我們有一些學生啊，或者有他們的一些學生能夠彼此增加訪問，那這樣子能夠增進彼此民眾的互相了解。由於嘉美地市長丹佛雷耶斯出訪，因此委由副市長本身雷利代表與市府訪問團會面，並對雙方再次簽署備忘錄表達高度肯定，期待重拾情誼後交流更加頻繁，合作更加緊密。Very happy to meet the mayor of Tainan, and actually we're very surprised that we have a resolution 40 years ago that it's a sisterhood between our city, Cavite City, and Tainan City. And we talked today that we're very happy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city, and we've talked about helping each other, and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we come to visit the Tainan City and talk about more partnerships with the city. 台南與甲美地市自1980年締結姐妹市，至今邁入第46年，這段長久的情誼實屬難得。黃偉哲表示，這次備忘錄的簽署，象徵兩市友誼邁向新的里程碑，將進一步鞏固台南與甲美地市的姐妹市情誼。未來也會跟市府團隊持續以城市外交為平台，深化與菲律賓各姐妹市的實質合作。訪菲期間，黃偉哲也把握時間，與駐菲律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菲律賓台灣工商總會楊紅玉會長、會員代表吳書健、吳柏林、許宏明、陳毅以及嘉美地台商會長鄭子衛會面，討論台南品牌在菲律賓的發展潛力，更肯定台商長期深耕菲律賓，為台灣產業開疆闢土，也期待透過台商的力量，進一步深化台南與菲律賓之間的經貿與城市交流。記者張偉忠，菲律賓的採訪報道。